歡迎收聽司前想鬧天馬行空，賽前講兩句。網友留言 KOHLUNGTHUAN 64623個手指公3個紅心，多謝你。于永確排第2位，3個紅心3個放煙花，多謝。張川6個小蝦6個大手瓜6個放煙花，多謝3位。Cousin 3個紅心3個放煙花，多謝。然之後就係呢個 Sam。溫瑞安清風紅袖不斷挽留，唉，緊賴布衣節奏較好。嗱，我照讀你嗰啲嘢啫。賴布衣咩？唔係李布衣咩？死啊！我唔記得咗啫。溫瑞安好多人中意睇4大名捕，不過我睇布衣神上線，我覺得節奏幾快啊，幾好啊。然之後網友兩部4個紅心4個放煙花，多謝 Tony。先多謝分享，本人相當同意點解咁多人中意一路行一路睇手機。我哋年紀大啲人俾佢撞到跌咗喺地下都唔知點樣起翻身。你唔會啊嘛？但係呢樣唔係最衰嘅係應該搭巴士或者喺茶餐廳開大手機睇電影。如果有人開聲即刻打交，係啊，開到鬼死咁大聲，好似咧驚死人哋聽唔到，幫我一齊睇。所以真係大家自律啦，唔該。OK。網友送子由台主，我係一樣喜歡睇相、睇風水，亦都學會咗紫微斗數。話學會就好勁啊，大佬。觀人於微十分有用，在大陸管理10多年，對下屬嘅觀察及錄用新人。對識咗呢啲咁嘅睇相啲嘢咧，又十分有用嘅，亦都對外族人有用。外族人即係外國人係嘛？在蘭卡咪即係斯里蘭卡，無島係咪即係毛里求斯啊？分別海外工作，法屬毛里求斯喎。對黑人、蘭卡人、印度人、巴基斯坦人同樣用上學等相處用也都有用處。真有心動想見台主真身啊！唔好見啊！網友 Angel 琴晚禮拜日終於忙完3月份嘅工作，今日淨係返下晝，又嚟3點3，聽下先生今日做有乜古仔聽下先。恭喜晒貼飛嘅網友6個放煙花，下個賽馬日努力加油爬馬仔先得，4個大手瓜好啊！跟住佢又留言喎，先生今日又抱打不平真性情，4個大手瓜，多謝你。然之後網友肥索克思想兄午安，多謝分享3個紅心。早幾年以先拿身份帶過幾次新同事之後，發現呢晏晝請佢哋食車仔麵都係一個幾好嘅觀察行為機會。另外天文台話呢幾日呢有雨，加埋袁行堯10磅初登場，星期3全泥賽可以話變數好多。真係揀2場玩下算啦，祝大家贏多啲。3個放煙花，多謝。網友收衣青3個紅心3個放煙花3個大手瓜3個手指公，支持你講馬2拍手掌，係多謝你收衣青。然之後網友 POYANNGNP 咁呢，佢話師兄講得好，搭部升降機唔使2個月，每5層一個出口。最離譜嘅係用善款嚟收樓。唉，呢個真係政府。網友 Peter 先係得你咁出聲，好嘢係咪？唔係好多人都喺度嘈啊！即係太礙眼，太離譜啊嘛！蝦人做咩咁蝦人咧？咪欺人太甚啫！網友 Ivy 話10個放煙花，勁！網友風淵思想兄，軍政府點會理市民感受？佢最好咩都唔使做。但稅就照收，汽油柴油佢梗係唔會幫市民，因為佢想市民個個坐地鐵。OK，仲有位網友功德星9313 3個紅心3個放煙花3個笑話嚇，多謝晒咁多位留言先。又到呢個趣味練馬師王嘅時間啦。首先我哋睇下呢個5號廖康銘11倍出馬出4隻，隻都個位數字啊，40幾蚊50蚊。最冷嘅71蚊嘅林寶星人全部都有成績嘅，咁點解會11倍？你話唔係，你好似姚本輝咁樣，佢又係4隻，姚本輝4隻更加熱啦，所以姚本輝係55蚊，廖康銘11倍咪合理咯，因為姚本輝啲馬即係睇落仲硬淨過廖康銘啊嘛。咁好啦，咁點解羅富全7倍，4號廖康銘11倍5號嘅？羅富全啲馬係唔得噶喎。
多冇用喎，啱先？澳遊冇事森林之王齊歡醉樂3隻滅咗又天天耍落滅埋，咁點啊？點會麗湖福寶全7啊？再唔係大家都應該8、9倍啊，即係騎住啊！而家唔係廖康銘咧11倍。好啦，我哋睇下廖康銘嗰啲騎師係邊個啊？林寶精神騎師係希威森，而家大鑊啦，65倍，即係騎師又弱，練馬師啲飛又弱。廖康銘嘅長勝力區52蚊，大番薯49，兩隻都係浮行星嘅喎，兩隻都有機會啊嘛。但係你浮行星竟然係50倍啊！浮行星唔妥，即係廖康銘4隻裏邊有3隻唔妥。尾場嗰隻精英雄心潘頓騎係大滿啊，俾個6分你啊！咁即係廖康銘唔得啦。哇！廖康銘長勝力區要劃，大番薯要劃呢兩隻。好啦，咁啊姚本輝55到底啱唔啱呢？到底係咪佢嗰個見習騎師搞熱個師傅咧？東方寶寶飛輪霸，黃龍飛將買姚本輝神人嚟啊嘛！一出即係3隻俾個徒弟仔騎，3隻冇邊有 Q。咁啊，咁恭喜大家，恭喜你！第一個女騎師9倍，第二個姚本輝5倍。咁你我嚟做咩咧？何必嘥氣咧？即係我哋將呢個姚本輝揾塊布冚住佢，當佢冇存在，即係唔好似廖康銘咁畫咗佢，但係冚咗佢，唔好理佢先。再睇1號沈集成或者2號古東尼，佢哋都係55蚊，但係其他14倍喎。好啦，其他有咩咧？有我中意嘅城中勇士12倍，黎超星。另外咧，仲我哋中意嘅中環精英21倍。即係呢啲係咪贏得啊，大佬？講俾大家，大家都覺得我神經啊，啱啱先？即係成個其他裏邊冇牌面馬喎，即係其他12分坐底，喂12分盡。你話唔係落足心機得嘅喎，鄭俊偉79，咁咪當你落足心機啦，咪又係12分。即係你個沈集成告東尼唔掂啊！即係5倍，即係5倍掂唔掂另一件事啊！但係個5倍對個其他14倍嘅話咧。咁你1號、2號、5倍你最好唔好入埋啊！咁啊，頭先講咗啊嘛，姚本輝揾張布冚咗佢，唔好理佢啊嘛。咁啊，即係話有機會贏得嘅就4號開始計啊，就羅富全7倍，廖康銘啲馬唔得11倍。如果真係咁渣，廖康銘嗰4隻點會11倍啊？即係反而廖康銘更加牙煙。再落去啦，貴福特12倍，貴福特真係冇馬嘅喎，嗱佢銳1。未必得噶喎，令你標區搏到盡，即係佢又係得嗰個咩啦？貴福特可能又係6分、12分啦。咁你其他咪又係12分咯？咁即係咁，如果係咁嘅，貴福特唔使，貴福特唔明啊嘛，其他就暗啊嘛。咁其他唔好買喎，其他唔贏得噶喎，千祈唔好買其他喎。好啦，再數落去啦，即係已經到啱禮拜日死人多嘅賀言啦，14倍，即係呢條友有啲飛古惑惑咁樣。牙煙尤達榮14倍，方嘉柏22，即係如果咁樣嘅話，即係話呢次嗰個練馬師王啊，20分到28分，正常係20分到24分啊，見高下。即係如果20分到24分或者22分就已經封王嘅，咁你哋中意買邊個就買邊個啦。即係你去到最尾嗰3兄弟都有機會㗎啦，葉楚航30倍，丁冠豪35，徐以石35，佢哋攞唔攞到22分呢？有機會喎。好啦，再嚟一個啊，蔡約翰係11號28倍，肥仔葉係12號30倍。哇！阿蔡約翰同嗰啲冇用的人企埋一齊，肥仔葉冇用的人嚇。蔡漢28倍，肥仔葉30倍，你有冇搞錯啊？蔡漢有隻大利好運喎，你有冇攞6分得唔得啊？得啩？安泰啱仍然攞到6分得唔得？得12分。咁肥仔葉30倍，冷過蔡漢2倍，咁你個名都值2倍啦，係咪先？咁即係如果蔡漢有12分，肥仔葉都有12分喎。即係唔係阿蔡啲馬嗰4隻都好過羅富全嗰扎咩？點解阿蔡28倍？羅富全7倍啊！阿蔡12分到嘅啫喎，即係如果你話隻大利好運撳住贏嘅，
安太多過4分嘅，咁都16分啦，18分啦，18分唔會28倍，唔會11號啦。即係點解咁講咧？譬如你即係18分，你都好過阿何賢啦。何賢嗰扎馬得隻金玉良言哪吒，乜又係同你差唔多，乜點會爭成個開啊14倍啊馬多啊？咩唔掂咯？阿賽都係睇低啲。好啦，咁如果揾個練馬師嚟買咩咧？馬丁幾勁嗱！第一場泰勝區唔好理佢嘅廢嘅，幻影旋風長期有位置，上發財，即係佢搏咗幾次都唔得，擺嚟3啊！呢次專登揾阿黃埔嚟貪佢7磅啊！即係話隻馬容易騎，隻美倫騎晒啊，都係唔得，即係隻馬唔係咁叻啦。希望減7磅，而開心宇宙亦都搏嚟搏去都有 pace。咁你即係個萬一啊，上發財贏，開心宇宙贏，24分咯。幻影旋風跑到第3，廿八收得錢嘅啦，35倍。咩？而家唔好講住先，買咗先。而家9點半，買先。嗱，啱啱買咗啦，35倍，正。咁好啦，係咪真係得咧？即係頭先講啊嘛，即係唔係睇實力買乜，即係嗰個佈局。慘集成果東尼5倍半，其他14倍，所以話呢次20分到呢個28分就已經收錢啦。咁你丁冠豪，你覺得佢20到28，咁你咪買得咯。你任何一個練馬師你中意咪可以買，你覺得佢有嗰分咪買咯。即係我覺得阿丁有機會有呢個分咪買啦，咪搞掂啦。你話買阿姚本輝明掂嘅喎，東方寶寶啊。飛輪巴、黃龍飛將3隻6分啊，13隻都跑第2都18分啦，加埋樂勝天下咪掂啦，係咯，各有所好啊嘛。不過佢係得5倍，丁冠豪係35倍，咁你話買咩啦？買咩啦？嗱，總結買丁冠豪35倍，飛呢個廖康明嘅長勝力驅同大番薯，因為霍宏星啲飛都係唔似，咁即係林寶精神啲飛唔似，因為林寶精神排外檔啊嘛。你即係希威森，佢70幾蚊係機會低啊，但係佢個賠率亦代表佢嘅外檔個機會咁解啫。反而長勝力驅同大番薯咧，冇理由霍宏星咁難，廖康明亦都冇啲飛亦都唔實。亦都唔夠勁啊，好弱啊！如開面啲飛，我哋睇下騎師有咩正嘢啊？潘頓開16蚊啊，其他開25啊，睇下其他做咩25先。咦？城中勇士何澤堯啊，咁正！班德禮幻影旋風猛將興，梁家俊就開心宇宙，黃寶利上發財，咁啊即係佢哋都係12分啫，12分28倍。譬如你攞鬆啲，12加個4 16分，16分28倍。潘頓16蚊，咁潘頓都唔會好多分喎，咁樣。大家潘頓係放甩咗1號15蚊，艾少禮已經係9倍喎。可唔可以咁睇咧？即係話咧，其他嗰度佢哋頭先數咗3、4、5隻都有機會12分嘅，咁啊即係話佢哋淨係得12分咯。咁但係多人12分，只不過佢大家都買啲咁解啫。即係點講咧？即係阿何澤堯又買啲，何澤堯嗰批人又買啲，梁家俊嗰批人買啲，黃寶利嗰批人就買啲，班德禮嗰批人買啲。其實大家咁買落好戇居咯，因為你4個人買落，其實得分1份，咁咪好蝕咯。咁即係潘頓應該咁樣咁計啊？潘頓 pace 多喎，就1 pace，陸小鳳 pace，天威 pace，加州星馳，顯勝高升，即係頭嗰5隻都係 pace，反而後邊嗰3隻有機會連影喎。嘅咁都係唔多啊。騎師13號巴道。2隻有飛馬，後無來者16歡騰，竟然排包尾，話呢啲就叫喎。後無來者啊，方家柏啊冇飛，即係有樣嘢小心啊！我睇緊呢後無來者啊，因為隻馬係串質新馬，4歲啫，跑得唔多，跑11次啫。最近呢4次都係跑泥地啊，有一個第2輸短馬頭楊明倫41分12檔後上，另外啱對上一次咧42分巴道11檔都係後上。呢隻馬跑1400、1600咧，佢係擺喺前邊；跑1200嚟咧，佢未試過放得出。
一檔係咪好檔咧？咁樣冇前速一冚啊，瀨嘢喎！即係此其一，此其二咧，即係佢最近呢4次啊，包括一次第二段馬同埋擺第3嗰次咧，都係12倍同14倍，從來即係馬尾盤咧未試過個位數字。即係你話佢玩賠率玩到出神入化，全部10倍以上未必嘅。即係如果隻馬連續4次都10倍以上咧，即係幕後信心大極有限啦。咁今次咧變咗熱門，話兵家大忌。唯一好處佢係1040幾磅，佢就14號要搏，即係最尾個 number。但係佢搏係咪得咧？到底佢自己有冇信心咧？睇獨贏位置飛咧，侵埋公正嘅送身落去就熱啦，55蚊啦。但係如果睇呢個騎師王同埋練馬師王睇落去咧，冇信心嘅喎，信心一般嘅。即係如果你要畫一隻死嘅，就畫死就後無來者。好啦，咁如果買騎師買邊個咧？買潘頓咧？買嚟把鬼咩？15蚊嘥氣。由第一場驚到第9場，可能驚足4個鐘。咁陰公咁樣搞何必咧？咁你買其他即係抌錢落海啊？話先嗱，好啦，艾少禮同佢拉太遠啊！即係我覺得拉太遠係唔似嘅。好啦，然之後袁幸堯9倍同艾少禮一樣，值唔值咧？第一次買呢個女騎師，唉，算啦，唔好諗呢啲戇居嘢，買係好傻覺得。好啦，然之後就係田泰安啦，啲飛完全唔似冇。周俊樂呢排旺得咁緊要，唔會有你份嘅。1、2、3、4、5數完啦，再數落去就係第6號嘅布文15倍，7號已經45倍啊，冇機會啊！即係如果你望阿潘頓跑完第3場肚痛嘅，搞長沙嘅，咁你買布文啦。如果潘頓跑晒9場都係潘頓贏應該。咁啊，如果潘頓有咩冬瓜豆腐嘅，咁啊，布文有機會贏咯，15倍嗱，佢有大利好運喎，有6分，開心月有4分喎，有派頭有機會有4分喎，咁啊14咯，中環精英有機會贏嘅喎，12喎，唔好計呢12分啊，唔當佢唔計14，光年場就冇機會，BB 極降4。咁都係10零20分啫喎，10零20分要除非有潛伏，如果冇潛伏就冇機會啊。咁你而家有15倍布文，即係你要夾硬爬冷咁咪買布文啦。咁點解唔買其他？其他冇機會，其他唔使買。即係總結，即係你夾硬要買一隻嘅，你又買10蚊布文，多都唔好制，輸緊咁滯。巴道嘅後無來者畫咗佢。好啦，開始講下啲馬仔啊，第一場。咁啊，自己中意呢個爆城中勇士啊嘛，開飛啲飛唔似，而家買下似，亦都冇人唱佢。但係唔知點解買下又會似，冇人唱都好啲。如果有人唱買下似咧，就變咗公眾買就牙煙噶啦。咁搭咩咧？本來係8搭10嘅，係搭南區之星嘅，但係而家10號唔要，點解咧？因為南區之星本身跑呢個路程好準啫嘛，檔位又好，跑呢個路程又準。又唔覺得佢狀態跌得好緊要，咁但係從頭到底買飛冇位置飛，好罩忌。而家呢啲位置飛仲冷過城中勇士，呢啲絕對唔係好兆頭，絕對一啲都唔係好兆頭。咁退而求其次買隻熱門，搭翻潘頓3搭8咧12倍。好，第一場3搭8 12倍，3號月1包係城中勇士。好，第二場咧，大利好運照要翻10號。咁啊，而家佢28蚊位置唔關事嘅。潘頓嗰隻唔知邊個買10萬蚊 pace，搞到佢長期都係10蚊價嘢，即係陸小鳳。即係上次我發谷我買佢1650嘅，放到翻嚟散咗。到底佢係咪試場力咧？用發谷嚟試場力咧？1650用草地試場力搏泥地啊！即係馬查過泥地識跑，但係唔會話好突出啦。第一。第二，佢降咗班，佢跳開咗箍筍40分喎，而家39，即係呢場跑第2咧，都仲有一次機會搏。咁好啦，咁又咁熱，呢隻馬從來都冇咁熱喎。潘頓騎過一次啫，就嚟香港騎過一次，跑第4嗰場搏到好盡啊，係唔夠跑第4，跟住咧就再冇機會啦，再唔得啦。今次潘頓咧就賽前連操3課，即係驚死你睇唔到，驚死你唔買咁樣。嗱，你小心啲佢，到底係咪佢喺度拎唪敲鑼打鼓開丁冠號咧？
丁冠豪係話影旋風喎，好牙煙。即係你驚殺錯良民嘅，咁你咪帶你好運拖陸兆峰同埋幻影旋風啦。但係好可惜，拖呢兩隻拖埋都係20倍 Q 啫。嗱，第4場依狂買呢個葉楚雄同埋丁冠豪。偵探傳奇我唔信，即係點都係買上場發財，因為隻馬識跑泥地。第二咧，佢搏幾次，隻馬好弱啊，隻馬體質太弱啊，唔襟搏啊，即係出親都係操到足出嚟搏啊，跑唔夠人跑另一件事，因為唔可以跑太多，即係個生命里程好短啊。咁啊，楊明綸呢兩次搏完之後，都係得個近字334422咁樣，咁呢次希望換個女仔減7磅。即係生命中最後一次贏喎，有機會依家上發財。咁你 Q 答咩啊？Q 唔答，Q 答乜都神經，唔知買乜，更加冇可能買兩個女仔一 Q， 買兩個女仔一 Q 好傻，我覺得都係唔好制。田泰安一隻我亦都唔想買，所以呢場馬淨係一隻上發財，第4場3號上發財。跟住第六場有一樣嘢奇怪，因為阿張福元咧好中意嗰隻起舞飛飛。即係佢講到佢一轉嘅跑法上次贏，即係今次雖然唔係大外檔嘅，即係你騎師又咁好，但係佢開飛冇位置飛喎，好恐怖。即係你隻馬你排12檔，你邊飛唔勁冇問題啊。咁你位置飛都應該同呢個顯勝高升差唔多啊。顯勝高升16蚊，你都18蚊19蚊啊，最冷。而家唔係開飛長期20幾。即係有冇咁大架乸隨街跳嘅？應該唔係，應該起舞飛飛，唔飛啊，冇影啊！即係我自己係中意呢個中環精英、鄭俊偉、容天鵬呢隻嘢，識跑泥地，即係睇個組著先機狀態啊，唔差，唔係好啊，但係佢唔彈佢得㗎啦，最緊要佢唔好彈啫。冇啦，本來諗住中環精英搭起舞飛飛嘅，而家唔搭起舞飛飛啦。5搭8幾錢啊？5搭8 52倍5搭啦，而家買翻3搭5熱啲36，我寧願買隻熱啲嘅，因為太冷太誇張啊，唔敢制。呢場都係潘頓搭呢個中環精英，顯勝高升搭中環精英4場咯。好，第8場嗱，我講完咧，阿高斯士又鬧我，唔知係咪高斯士嘅，佢應該係話叫我唔好買優才啊，我記得啦，唔係高斯士嘅，係呢個 EXO 叫我唔好買優才，呢個劣才。嗱，呢場馬咧，佢85分喎，抵分60喎，11、12、13、14全部蝕喎。好啦，咁呢個優才既然如果有85分喺上一頂咧，佢本來125磅，而家變120磅喎。呢隻馬從來贏得嘅獎名都係120磅喎，121磅、125磅留後嘅。今次120磅第一，第二周俊樂冇問題啊。第三，即係琴日早就先機講咧，即係黃志康講啊，嗱，呢隻馬咧狀態咧差過季初喎，唔掂喎，越跑越衰喎。嗱，佢前3次咧，佢都話你狀態非常之好嘅。咁咧，佢今次咧就話佢呢排跑得咧越跑越差，狀態越嚟越差。咁你點解你前3次你話佢狀態越嚟越好，唔係狀態巔峰嘅，好 fit 嘅？咁你話佢而家越嚟越差，佢跑得越嚟越差啫，唔係等於狀態越嚟越差啊嘛。即係我覺得佢應該係放棄咗，所以咧佢睇落去咧個人即係悲觀情緒覆蓋住啫嘛。即係你難得。佢後邊4隻唔使睇，變咗呢場馬得11隻馬跑，唔係10隻馬跑，識跑泥地。如果咁樣講法，佢上面嗰啲有磅重，下邊嗰啲就係4班升上嚟嘅，即係佢喺中間夾住。即係你睇佢成晚啊，肥仔要有冇料咯？有料先至買未遲。即係呢隻而家14倍邊52蚊 pace 啊！聽日30倍嚟緊頭。整多50蚊買埋呢次，睇下你咩環境。即係我睇過咧，佢成場馬即係優才搭佢飛，冇條刺。優才從來搏馬都有飛嘅，今次亦都冇飛。即係啊，所以咧，大家當冇聽我講呢場算啦。因為咧，分分鐘可以操話齋，我買埋晒啲垃圾，係都係唔講嘅。多謝大家收聽，拜拜。